新义义和111年度8月爱祥启会班刚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托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恭请父前人慈悲。前到1鞠躬，吞到1鞠躬，父前人好，请坐下。为了各位人士，今天的对咱国组长、国副长、副处长，这边同事在这，大家早安。目前人早安。已经差不多半年多已经这个实习教育安排实在我们感觉这几年真正不准虽然讲咱大家真正做按这个性格参与着这个实习教育，咱一个月会当去盖这聚会，会当听讲师来讲这是好的例，但是因为咱的疫情这个当中不得不咱道中无的经济煞袂使，因为呢这个疫情来做收收我是去发展能力，而且办公了目前中到2022年就是今年这个整个全球的死亡的人数，而且疫情死亡的人数是1500人。那有疫情呢，有这个疫情有已经有5个8千几万以世界内底，咱台湾本来过去会使讲是一个防疫的模范但是呢，今年内底当中呢，那个政府来开放讲，要对这个疫情共存，因此当中呢，咱除了探了后，咱台湾会使讲对这个疫情的人，后一日有90几人，那是有800万个那是有800万不是90几人2万几人几万人而且2个人我以前咱昨2万千几个感情22000多人现在是土地上到800几人一日咱进台湾从有疫情的这个几个月已经有500万人，将近500万人。有疫情4人有几个月将近1万人，将近90几人将1万人，这个非常可怕的数据所以呢，因为这个当然咱嘛知讲，这是人类的强业人类的强业。这个强业的过程当中，当然咱嘛知讲，这是因是一个原因来所以咱看讲过去的百丈禅师百丈禅师讲讲欲知佛性义，欲知佛性义要观世界因缘因缘若至其义之章
迄个因缘若智，因缘，因就是讲有一个原因，迄个缘就讲出来。那讲因缘若道，我讲无，因缘那面底下那个缘起，比如我那光看我这个因缘，缘嘛，缘的形式，这是阿婆，因缘果，啊，我来讲我看这阿婆的是关的。就是有迄个过嘅因，啊，即叫做修成正果，咁是安尼叫做做阿报，就是讲，当你传面做好嘅，啊，你报就好；啊，你传面做歹嘅，啊，你报就做歹。啊，但是好甲歹，好甲歹啦吼，毋是对拢好嘅。好甲歹是因他伊所做嘅物件，所以呢，就会安怎讲？讲啊，自作自受，自作自受。但是咱人来到这个世间的当中，面对着这个缘，面对这个缘，咱都无了解，根本有一个因的两个状态。来到这个世间，什么人会对着？什么人会要帮助你做咩？什么人会要做还你做咩？然后我们做咩吼？做咩？我还你做咩吼？在这方面，一世人方面，他们看见，我在上司对错对来，叫我做咩好？但你到跟照做怎么样？你的眼根本你有会有经历，因你的眼跟照不一样，对不对？那困难呐，那不给好啊，没办法，啊，不给办那么困难。而且呢，你若了解你的因，就是讲他去做难。哦，所以你一心的力量，拢你家己做来，迄个报就是讲接受嘛，接受你的报应嘛。啊！你好报有善报嘛？啊！你歹恶报嘛？啊！毋是讲叫做报应来讲。所以咱如果得因果经一定来看得清楚，如果咱开始看，咱一世人来到这个世间，一定历经世人已经定位定了。迄个定位已经定了，虽然定位定了，已经开始会结论。但是你自己要接受，好，嘛是你过去做。歹嘛是你过去做的，你拢爱接受。唔可能人来到这个世界，伊唔甘愿的，唔接受的，有无？有人感觉唔接受的。你看到迄个，你看到迄个地图然后在你台湾人，伊都有点，人啊，关天牛人啊，伊都有点暴跳如雷啦，伊都有点不出山啊，伊都有点按点他忧郁症啊，无？这个物件我推得来做，该热心世界给出来物件，给你唔接受。哦，你没有来讲，你来顺受，你没有顺受，你会感觉我亏亏的啊，我感觉做无奈啊，我感觉做不行的啊，你一直换人，你一直换人，你一直换人，但是我想换人到好的，换人更加你的冲破力，换人更加你的有特点的，换人你该发表情。但是你要顺受，你这是讲啊，这是我过去做的地方，我都不用对修行的修行啊，修行行的从啊回想，我过去这恶因缘，给咱们转到，为嘛这样子呢嘛？啊，为什么咁做？不世间的人，无接受着你，无接受着真理，就变成出来。所以最近啊，以前的新华学因为疫情。延续，但是咱啊，这个义和目前了的当中啊，是这个网络交流，啊，可能咱义和在面后个月到月啊，咱同学啊，咱有一个通宵啦吼，咱这个义和的生活组吼，我处长咧我建议，我应该是让大家当中拢定定，咱对实际教育开始行。因为你讲台湾就是我这个规年是无可能要共存，但是咱若搁唔做，搁早，搁3年5年，我就是到这个年后，你就对我放松。所以呢，一定准备爱和这个疫情共存。但是咱这个问题，我想这个一旦打出来，伊也会无会好，大家戴着口罩。咱的身体吼，家己爱保重。按照这样吼，你若认为差不多少少吼，还是无防疫就难。
对不对？好，所以咱希望讲，咱的言语，咱这个实体教育虽然讲不配谁人，但是咱的网络跟进行同步，你若手表或者是同步在上课，安尼个啦吼。你嘛伊也讲，你就后壁讲，嘛无来讲报纸好啦，听迄个手机啦，同步在上课。我即摆就手机开好行，人就走来坐。规个人走来坐，你嘛咧听课啦所以这种是消极的处理方式。你要修道，咱袂使往面上偏，咱嘛袂使往面上积极，咱今日非常咱dit，邀请这个信任，咱王碧云讲师王碧云讲师是一个足优秀，早咱王碧丽的三哥啦这个王成兰阿妈，他是开始对方那老师今日咧成绩，真优秀，所以呢，对道学嘛很精进。今日咧，咱邀请到咱信任单位，咱某这本书用这个王讲师呢，开始下先并不签稳定，并不行咱我来当这个时间最后，从我恭喜大家这个是那个讲，疫情时间大家爱不要小心的注意啦，马面上定丢啦好，谢谢各位，谢谢。在上行起。感谢付前人慈悲，显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感谢付前人慈悲。我们今天邀请到信义单位的王佩莹讲师，为我们慈悲世心永不歇，愿力永不息。请讲师慈悲。乾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付前人，各位点传师，我们的顾问领任，各位贤贤，大家早安。讲师早安。然后呢，今仔非常的欢喜嘛，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这个爱情的佛堂，来教各位人者分享一点就较小小的这个心得。然后呢，今仔来到这有负责人，做出一点文书，做一个人者，然后呢，感觉非常的生动生巧。按过呢，就较秉持着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的分享，也就是讲，虽然就较的道较无亲像负责人，无亲像各位点文书，这样这么样的这么好，这么高深，按过呢，就较呢的就较家己知影的物件，来叫各位人者做一个分享。那就好呢，今仔同款带来的这个题目呢，是咱的这个义和圣堂，大家就是念的这个下心忧不偏，一不嗔，远力忧不息。这个呢，用台语讲它老舍啦，比较老舍，自心永不迁，愿力永不息。这就是呢，今仔呢，就好呢，要来教各位人者分享一个心得。咱对于一件对的代志呢，要坚持到底呢，会当坚持到底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做侪人拢知影呢，运动是毋是足重要？
上金跑山，拢爬去到金头山，这是可怕啦。所以呢，半途而废呢的人呢，其实是占很大多数。也就是讲呢，咱人生呢就亲像呢这个马拉松，马拉松呢就是爱坚持到底，有足坚强的这个力量，有这个足好的这个身体来做一个基础，伊较有法度会当来面对这个考验，面对这个考验，面对这个不如意，起起伏伏，哦，而且过程当中你要领悟，而且咧克服，到最后，咱才有法度会当获得咱家己的这个心得。所以呢，咱准备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不管别人有偌厉害，不管有偌济人陪咱做伙，到最后这场咱人生的这个马拉松是咱爱家己走。自己的马拉松自己要完成，家己的金牌是家己摕，别人该要帮咱摕咱的金牌，咱该要帮咱摕别人的金牌。没使用无。哦，所以呢，修道就亲像马拉松，咱若有坚定的这个力量，咱若有道心来做咱的基础，咱才会当不畏风雨，这个风雨咱袂去惊，咱的这个逆境顺境，咱拢会当好好来处理。啊，不是安怎呢？这么简单的道理，咱无法度来达到。像讲咱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咱伫修道过程当中，像讲有遮尔啊侪起起伏伏，像讲有当时想袂，有当时无拍，这么啊简单道理，像讲咱无法度做到。无做甲咱讲话，年顶将你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成就为福德可求。网络甲咱讲一段话，非常这清楚。咱每一天，咱求的是啥？我是一个大善人，我做了出的这个善事，我是一个好人。所以呢，咱求的呢是福报，善有善报。哦，咱常常听到善有善报，咱求的是这个福，是这个福德。咱有求了咱这个生死的这个出离，这个生死苦海。其实咱每一个人到咱人世间的这当中，上介重要的代志是出离生死的苦海。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人生就是一个苦海。咱的自信，若无去开悟，若无去了解到咱的这个自信的话，咱搁较济这个福报，就无法度去。哦，这就是网络人讲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咱的理解为止，咱来看这个幻灯片去看是一张相片，这张相片大家看的是啥？公车。公车吼，是一台公车的相片。啊，本来这台公车的相片呢，它是一幅水彩冠军的比赛的得名的作品。它是用水彩画的，伊不是相片哦，是用水彩来画的哦。所以你从这张相片甲放大100倍、200倍，你才发现到哦，原来伊的笔触是用画的。你看迄个图片，迄个
伊内面要生出什么病，告管没有关系，不用纠结，不用执着嘛。所以呢，咱若换落去了解着这公平的自信的重要性的话呢，咱会恰心会叫抗拒，咱的这个原则就无力。所以呢，咱有通仁义礼义，也相对嘛。咱会当咱的恰处之心呢，无来乌白走呢，咱的原则无来修正呢，这就是由咱家己爱对家己的关照。咱想看卖，咱想看过一个姓名身份，现在也当跟着交其他人无同款的这个性、这个行为、这个功课，现在伊拢会当但愿众生出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呢种原则就是古文来自同体合一。所以呢，人生的道路，假使讲会当恰心无来乌白走，原则无来修饰，咱就是真正会当做到袂成到外部的这个行为。咱有发现在座各位真正还有线上的这个课程，咱有发现咱非常这个了咱了解着咱初心当中有一个自信，咱了解着咱追求自信的这当中，作为咱一生的这志向。咱伫这过程当中，咱要丰盈自己，这当鼓励着咱了咱有缘无缘的这个兄弟姊妹。这主人这过程当中就是咱原则的运用，毋是真正要做啥物代志，而是咱这个内心家己的过程当中，也是咱来当教育的其他人，这个是原则的流露。看清家己每一分每一秒，拢是会当来照价收钱，袂当无赶紧，袂当无紧心，袂当无认识。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拢有机会当互咱了解到咱家己的这自信、原教旨意。所以咱会当呢发现到这个，我们家己这内心呢去关照，发现到这恰心呢，咱家着这机会出现的时阵呢，咱的原则会当表现。那第二点呢，就要来教咱分享的是，什么是下注之心，什么是原则。
得修心，就是要反复归真，就是要回归了这个赤子之心嘛。也是亲像咱遮讲的，就咱这些颠倒拢也换成去了，就是回归着赤子之心，无私无我，合乎着这个自然，合乎着这个天地。所以呢，你较看这个方面，就想着释迦牟尼佛伫这菩提树下，摸着咱每一个众生拢要圣灵真有共款，有一个共款的这个要圣灵要如来共款有一个，遮尔啊圆满这个自信。但是因为咱有分别，咱有妄想，所以流转生死比较不低不低。你较看这段话非常震撼，非常这个。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会当知影这种道理。咱要知影讲，原来我交圣灵，我交释迦牟尼，我交弥勒祖师，拢总共款，拢有一个圆满这个自信。只不过，咱去用颠倒来讲说。